今日早起，咱要先来关心最近伫咧中国的网络顶出现假新闻，讲咱台湾的海巡对中国的渔船下手。针对这点，咱海巡是大声驳回，强调讲是中国的渔船伫咧东沙的海域正在下过界咧掠鱼仔，所以会严密监控中国的海警甲渔船的动态，捍卫咱国家的主权。 海巡署放东沙宽大国家公园的影片，强调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，并且派海巡舰艇24点钟久守护这个珍贵的区域，严密监控中国海警船的动态。最近中国网络社群有假新闻，讲台湾的海巡搁对大陆渔船下手，中国海警即时赶来才化解危险，对此咱海巡严正不剔。 高雄舰 PP10075艇及 PP10096艇发现越界大陆渔船，立即展开追击围捕，大陆渔船急速左右转弯蛇形拒检。高雄舰紧急高速回转拦阻，并实施水炮强势震慑，迫使停船。 东沙宽大是台湾第一座海洋国家公园，命令禁止各种捕猎加钓鱼。不过最近杀获中国渔民越界大量捕猎。 今年2月，竟然以船团的形式出现，海面上不负6只母船，放差不多29台小台船，海巡随启动执法。100吨艇部位恶劣，海象强势登检，连夜进行查扣小舟，行政裁处没入小舟5艘母船，强制驱离。 在过关过程，中国海警船越过咱限制水域，干扰咱海巡执法。海巡批评，这袂输是伫咧替环境路线保驾护航，严厉谴责中国海警恶质的行为。一直到这个月，又有中国海警船伫东沙限制水域附近侵了，咱海巡舰艇24点钟久监控驱离，捍卫咱国的主权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